花线大沼崩坑漏水，电车线跳电，大埔站到龙溪站拢无法度通行，目前等咧抢修。桃园有人拿徛奥拜拿买手机啊，弄到头前车后斗，警方依照道交条例罚1000块。美国航空一架飞行机起飞进程向小起来，179个人出流浪逃生，加载干那1个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台铁南花线大沼崩坑漏水，致使电车线跳电，在大埔站到龙溪站拢无法度通行。今仔日礼拜，这旅客嘛有较济。台铁有启动太麻里到枋寮的公路接送，若目前要等咧抢修，上紧下暗就会修理好势。经过南花线的这个新自用货列车，向停伫龙溪站的月台。讲袂停袂动。车内人无啥，就是只是临时停车。列车长赶紧公布，才知是电车线出问题。抢修单位在抢修。本列车受总站等候行驶。在龙溪站的月台，列车无法度驶，将近1点钟了后，台铁赶紧用插电机车牵引，才能继续行。台铁南花线17中道发生异常，台东大埔到龙溪站区间受电力设备故障影响，中道12点40分开始就线路未通，真侪班车慢分。因为拄到就我假期，台铁台东站也客满旅客，不少人赶到火车站才知影列车受影响，行程也延误。我已经1个礼拜2次了，下午又开始这样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路。哦，真的是台东人好可怜哦，回家的路好遥远。他们有跟你们说什么时候会复车吗？还没有。他只说那个就是往后面要有接驳车。有人赶紧转至公路客运，有的人赶紧换票。台铁公司表示，27接到通报，大埔甲龙溪之间电车线无电，经过对早市大鸟崩坑内底，顶板大量漏水，致使电轨小拍电跳电。紧急动员人力甲技具抢修，上紧暗时7点会完成抢修，提醒民众坐车进前，爱先确认相关房厝是毋是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一个查某人，昨下昼拿徛奥多拜拿买手机啊，抓去弄到头前一只特斯拉后斗。即阵警方是依照道交条例，甲这个徛奥多拜的查甫人罚1000块。这查甫人拿骑车拿看手机啊，就安尼弄到头前的特斯拉小客车，当场连人险车摔地涂骹。这事故发生伫2日下晡4点外，现场的查甫人骑车经过桃园中立德华路二段，敢若拿骑车倒只我摕手机仔伫看，造成车祸。张男骑乘机车直行时，疑似使用手机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追撞前车。警方讲，双方当事人酒测单拢零，不过骑车这个人，敢若是骑车时也看手机啊，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该罚1000块。近年来骑车违规的种类真多，像今年2月，苗栗就发生一个无照骑车也佫拒绝临检的违规案件，总共互开出46张罚单，罚款金额有4万多块。另外，今年6月，高雄一骑车的人，毋但无伫安全帽，还徛伫机车的大帮顶面放手骑车，踅来踅去，还佫徛反向，至少有11项违规行为，互警方依照这个涉嫌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法办。你骑车本来就是要专心啊，因为如果你在滑手机分心的话，你会没办法。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你会没办法马上反应。我觉得罚则跟教育都要吧，他们没有那个安全的概念。他觉得只要我自己不出事，可是他没有想要会害到别人。警方也提醒，伫路骑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骑车时禁止使用手机啊。就算是停等红灯，也看做是骑车的状态，袂使看手机啊、看信息。然后使用这手机啊需求时，应该找适合的所在去停车熄火，再过来看手机啊。安尼毋但袂互罚掉，也应更加确保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拜六伫咧高铁有一个查甫人，若唱起酒痟，转暝因囝拄痟，伊坐到桃园站了后，佫真粗鲁，直接甲囡仔拖落车。铁路警察来扣劝嘛无效，落伙是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通报家庭暴力。
桃园高铁站大厅食酒醉查某人闹事，互警方压制。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11点外，穿乌衫的查某人疑似食酒了后，升伫列车顶悬，对囡仔生气，毋但对囡仔大声骂，佫诱囡仔向车厢连接的空间行。想未到到站了后，佫出现情绪失控，警方赶紧来压制。曾经是高雄左营高铁搭回台北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喝醉酒把车厢吐的都是。比较常遇到就是小孩尖叫啊，跑来跑去，其他还好，蛮舒适的，安全性都蛮好的。对拄起酒后闹事的代志，台湾高铁桃园站表示接到通报有旅客的冤家，经过站务人员甲铁路警察到场了解甲按答，后续交由铁路警察来处理。员警到场，该男情绪激动，警方劝阻无效，为预防当事人及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后续发现该男对家人有言行过激行为，警方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食酒醉闹事的姓叶的查甫人73年厝，铁路警察局表示，到场了后抗阻无效，依法保护管束，带转去情报分驻所，也进行家暴通报，维护公众甲家属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飞安的事故，有一架美国航空的飞行机载179个人，伫咧起飞进程煞熊熊烧起来，加载敢若1个人重伤。另外，西南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险险啊含军机烧落，伊就紧切落来100外公尺，差不多50层楼遐尼悬，害空服员头壳中着伤。互囡仔为了推出落去的爸爸，一时紧张，脚软挂伫涂骹，手内底囡仔惊甲大声哭。一架波音737 MAX 白客机日落伫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抛投准备起飞时阵，雄雄发现起落架故障，机把个庆祝乌烟，甚至导火烧起来。好在过程中只有1个人受伤。美国航空了伫声明中表示，这架班机是伫起飞的时阵发生机械问题，而且甲飞行机任无关系。同款惊险场景伫今年3月，另外一架美国航空波音737-800客机伫飞行中途引擎出问题，转降丹佛机场。迄时阵引擎导火情形正紧急，机顶人员全部被迫爬起哩技术逃生。就伫美国航空这事故前2日，另外一架为加州被飞向轿车拉斯维加斯的西南航空波音747班机也拄着问题。It felt like the Rye Tower of Terror where we fell. I mean, it felt like 20, 30 feet in the air, and the screaming. It was terrifying. We really thought we were plummeting to a plane crash. It's terrifying. It shakes you to the core. 事后证实，西南航空这架班机直对落的高度落差有将近500英尺，相当152公尺。未少机顶乘客被抛离坐飞，各免讲空服人员。根据西南航空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解释，咧飞悬的这架班机会雄雄降落来是非相比另外一架特别弄起来的霍克纳金战斗机。It looked to me like that she had a head injury because of she had the ice pack on her head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flight. 美国飞航最近状况真济，顶礼拜才有一架天色航空班机险险甲B-5级轰炸机对撞，一礼拜后佫险险出代志。根据 Florida 24网站飞行资料，迄时阵准备飞向加州温多拉郡海军基地霍克纳金战斗机甲西南航空的高度无甲110公尺，两机的距离各只有8公里，若无改变高度，两架飞机可能就伫空中受弄。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泰国和柬埔寨边境起冲突，目前上报33个人死亡，超过13万人撤离。但美国总统 Trump 出手提关税出来施压，要求双方若唔停战，这关税谈判就免讲啊，直接要扣36%协同。点点看手机顶悬亲人相片，泰柬边境爆发严重冲突的这日，空桑只是带亲人到加油站甲边的超商，想要到这短短1年吧，伊就失去太太9岁后生，甲14岁查某囝。这场当年边境争议引起的冲突，是泰柬能够13年来上严重一摆。双方继续伫边境部署重兵，传后互炮火弹着，百姓伤亡惨重。不过双方拢讲，家己是采取自卫行动。激烈轰炸已经造成13万多人逃离家园，数百个柬埔寨人换行李伫保卫下省的临时难民营排队登记。泰国边境这边邀请一民众密集的体育馆内底避难。
เขาพร้อมเขาพากันพร้อม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ค่ะผู้ใหญ่บ้า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บอก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ว่าพร้อมเราพร้อม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เราไม่ได้กลัว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คยมีมาแล้ว 伊朗是这场东南亚冲突的第三次，双方炮火后续无退让，而且冲突点好亲像扩大。根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第二其他冲突点超过100公里的泰国特拉省、加甘普济菩萨省，能够传出燃山交火。这场冲突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关切和谴责以外，在咧苏格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伊朗也伫个社群平台表示，伊分别甲两个带头人通会，因为泰国甲甘普济拢也伫甲美国讲关税，目前的数字依然停留伫4月初宣布的36%。川普威胁，若继续拍，美国就袂甲任何一边达成协议。然后，伊也继续更新表示，两个带头人拢经同意停火和谈判。当协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证实，在目前已完赴燃山交火，不过在各方的协调之下，两个停火好亲像已经出现希望。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讲到美国的关税政策，这8月差不多就拢会确定啊。川普讲这礼拜会寄200张通知批，若咱台湾的目前是要等咧谈判。不过，工商业界是呼吁政府应该要紧公布数字，让中小企业会当提早应对。美国对顶关税搁再有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25有个未来一礼拜发出200封的关税批，通知各国税率可能是10%到15%，而且一直到8月初一期限就完成大部分的协商。因为台湾的部分谈判团队也伫顶礼拜到美国展开第4轮的协商。行政院搁再讲到相关进展会对外来说明，不过工商业界是呼吁应该要加紧这个进度。业界在等的就是那个关税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整个对外的贸易嘛？关税是很重要，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的汇率已经被砍了12%。人家为什么美国比如说日本、韩国各国都在强调这一块，那我们始终都得不到答案，一直在说这个气氛良好，那应该要有答案了啊。产业界强调，尽早公布关税数字，照时间应用。若无即阵未少外销企业无法应对，甚至面临工厂停工状况。另外，也有多国法人提醒，要注意个别产业状况，包含美国是台湾工具机第2大出口国，日本是台湾伫中国界工具机的竞争者。台湾的税率若是比15%较悬，会削弱这个工具机的竞争力。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参考模板应该是日本，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税的话，你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不过，有专家用美日谈判结果分析投资换关税率，台湾会使善用台积电1650亿美金投资军事购买，也个部分关税退让3大条件，尽力创造关税条件，亲像日本甲印尼相款，降低国内产业甲大国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第一波罢免案结束啊，国民党开始下票，因为罢免无一案成功，在野党嘛点名赖总统爱适当主席。嘛要求行政院的内阁改组，多年罢免的代表群之一做形成，伊嘛批评民进党唔承担责任，放掉这8月23的罢免，要互民进党家己拍拼。甲民众热情揽做伙，国民党立委李干修拄着人道感谢。第一波立委罢免案结束，国民党立委全部收掉咧。朝前南委王康比切下新罗志强也拢扫假下票，毋过除了感谢选民，也阁将炮口对准行政院。王康比阁点名，即马被关税冲击，内阁应该改组。美国的关税贸易战，或者是像这次南部受灾这么严重。行政院的表现通通都是不及格的。普发现金1万块，在这一次民意当中，我相信朝野大家一定都有听到一定的声音。总统院长不要再天人交战。王宏伟个表态，若行政院对破坏现金提予其一定的后果。罢免案带头人之一的周形成透过面册向罢团志刚画写，放下8月23的罢免，强调迄是压力对外的战争，责任重大承担不起。赖清德如果还想再被打一次脸，民进党如果还想再受一次教训，你就继续搞吧，否则的话，赶快悬崖勒马赶快收手了。失败的检讨不等于就是内斗啊，中共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的内斗，党或者行政院有
必须做什么样的调整啊？这个民进党内部会自己检讨。那被点名赖总统是党主席、行政院长杜荣泰甲内阁总辞，党团总调郭建明应该是无分区。林准宪认为，民进党会内部检讨，我需要强调8月23罢免案。那公民无放弃，民进党必然也必须承担更较大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苗栗有6个高中生拜六要暗暝去抵南的龙凤溪港耍水，其中一个19岁少年囡仔，甲厝内人讲要去上班，煞走去耍水，人失踪。按照今仔日下晡2点多，已经找到伊的遗体。直升机4架船4架车，伫离渡水所在龙凤溪港北方2公里的所在，发现渡水的4岁少年，赶紧甲吊起来，不过已经无生命迹象了。直升机下晡出动5抓4架车，搜救人员也继续真详细地找人，就是为着要找失踪少年的下落。也来着急的老母规工是摕囡仔的衫裤跪伫岸边，祈求囡仔会使平安回来，最后也是无好消息。他出门是跟我们讲说他要去上班，我们不知道他没上班，然后跑来这边海边玩水。代志发生伫2日暗头啊，失踪的4岁少年甲厝内底人讲要去做事，叫一家另外5个朋友到德南镇龙凤溪港边仔风积沙堡佚佗，其中3人落水，不过4岁少年落水了后，敢若互海运赶走，无看人，其他的人赶紧通报警察，海巡甲民间的救援团体也赶紧来透明找人。那全部的所有的直接就是刚刚就直接全部分散，每一段区段去找过。救援团体也讲，当地离岸流真强，伫当地耍水是真危险。波浪会从外海进来嘛？那进来它到了碎波那个地形碎波带之后，它会产生所谓的沿岸流跟离岸流嘛。到岸边的时候，水总是要退回去嘛。你回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集中的流嘛。那相对的，你如果从这个海面上看，水面波浪比较小的地方，通常它下面的流场就比较大。看起来好像没有波浪，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中华民国游泳救生协会讲，离岸流是一种难以对岸顶看出来强烈水流，会甲人真紧游向外海去。定发生伫沙埔、八丈角也是半海边，像标着这类开放水域，风影变化真紧，对着无熟悉水性的民众来讲是真危险，也提醒民众伫无熟悉水域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长影的活动今仔日起告，拢总1200人参加，包括102个中国选手。若因过金门收甲厦门的活动嘛会做伙办，不过今年陆委会是建议卖办抓大动啊，所以有的在地人讲，感觉今年的活动有救水。选手表明向海中冲。第22届金门海上长影日期伫烈士13号海湾开始，1200个选手内底包含102个中国选手，比往年拢有差不多300人，明显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意向到顶办的金溪泳渡今年轮到中方主办，不过伫陆委会表态无建议办理之下话停。很遗憾的，就是我们说如过去有回来了，对啊，希望以后我们再来一次吧。正常的交流啊，两岸一家亲。好，开始。对金溪泳渡停办，中国受罪人拢表达希望两岸应继续进行体育交流活动。未少台湾受罪人也讲原本报名无参加就真可惜。原本是要参加，因为那个两岸的问题。可惜没有，真的没有参加到。希望下次可以参加。这摆现场也无看到中央政府体育署代表参加，好在地人讲感觉活动救水。金门县政府表示，有照往例发邀请函，可能因为拄到世大分者行程，才无法度来。相信两岸的这个领导会对我们金门有所支持，可以持续的来进行跟举办。金门县政府正正指出，金溪泳渡有体育难度，也建立口碑甲知名度，停办对金门经济有一定冲击，也反而影响金门未来整体发展。希望只是单一事件，唔通加做常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炭工画家洪瑞麟资深画出炭工的工课甲生活。即阵嘉义新港要办展览，希望大家更加了解这位画家的创作精神。100记录炭工生活的图画，计共18幅的作品，分开展览伫嘉义县新港花卉堂每一个房间内底。嘉义县文管局甲新港文教基金会用艺术家洪瑞麟记录炭工的作品，
举办主题合作东坡的活动。像诊所啊，然后像还有厕所里面，还有厨房里面，然后还有新娘房里面，甚至都有画。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进去里面，然后找画的方式比较跟一般看画展的方式不一样。洪老师的作品摕来在展示，含这个环境有会当互相辉映很和谐互咱这个展示会当感觉起来会愈有迄共伴。共心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吼。洪瑞麟伫日本学习美术完成了后，回来台湾，就去到瑞丰的炭坑做工课。35天的时间，唔但完整记录炭坑真实的生活，嘛，互伊来成为咱台湾一位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还有家庭还有矿工准备进矿坑前的模样，还有他们在工作当时的样子，然后他用这些简单的线条呈现出来，反而显得更有矿工的感觉。新港文化基金会表示，这种展览会展期到明年的6月底，希望透过玫瑰灯的空间甲洪瑞麟的作品，互来参观的民众感受到炭坑画家伫作品当中的人道精神甲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最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至33度。中部地区26度到30度，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车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